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元朗錦田鄉10年一度，至今已有340幾年歷史嘅酬恩見照。元朗錦田鄉每10年一屆嘅酬恩見照於2025年11月20日至26日期間舉行，而呢一屆場面就更加盛大震撼。淨係打醮主會場嘅醮棚，係由17位搭棚師傅花咗2個多月，用咗超過3萬支竹搭成4萬平方尺、樓高5層嘅巨型醮棚。呢個巨型醮棚榮獲健力士認證為全球最大臨時竹祭壇，盡展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竹棚搭建技藝嘅精髓。而呢個醮棚喺完成宗族祭祀禮儀後，便用嚟上演醮會神功戲。整個醮會完結後，醮棚仍保留一段日子，讓市民可以親臨一睹巨型醮棚嘅非凡風采。而家大家俯瞰整個打醮會場嘅外貌，由水頭水尾村入口開始，沿途插滿彩旗，隨風飄揚。而會場嘅入口、醮棚兩旁同埋打醮嘅主會場，樹立咗無數來自各界敬賀嘅巨型華麗花牌，令呢次錦田見照成為焦點，仲吸引咗唔少市民不惜遠赴錦田打卡。講到錦田鄉酬恩見照呢個流傳已久嘅宗族祭祀禮儀嘅起源，就要先由清朝康熙繼位後落遷界令講起。當時朝廷下令強迫沿海居民內遷30里，令錦田村民流離失所，死傷慘重。後來多虧兩廣總督周有德同埋廣東巡撫黃來仁向朝廷極力爭取復界，村民先至可以平安返鄉。1684年，鄉民籌建周王義公書院，用嚟答謝呢2位恩人。而周王義公書院當時亦用作書塾，教導宗族子弟。呢座書院屬於兩進式傳統建築，中間係天井，兩邊有走廊，旁邊連接廚房同門廳，牆身用青磚砌成，這式門框，門楣有周王義公書院金漆大字，禪殿同壁畫畫滿花卉圖案，門口仲有一副對聯，記載住鄉民感恩之心。而書院門前嘅空地，就係每10年一次見照嘅會場。據講，就算戰亂期間都冇停辦過。嚟到今屆已經係第34屆，場面更係盛況空前。總括嚟講，整個見照儀式包含神功戲、舞龍舞獅、紮作等傳統技藝，充滿感恩向善、敬畏自然嘅精神，凝聚咗鄧氏宗族嘅團結，亦令呢份百年文化薪火代代相傳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欣賞。